Hello，姐姐早晨，你好。係早晨，係，你叫咩名啊我叫Yan Yursianingsih， ？Yanni，你幾多歲啊？而家35歲。35歲，你結咗婚未？有冇小朋友？我結咗婚，有一個朋友，小朋友仔定女啊？幾多歲啊？仔8歲啊。 8歲，好啊。你之前咧喺香港做嘢幾多年啊？係咪嚟過香港做嘢啦？係做咗幾多年啊？做4年啦，弟弟。 4年，照顧咩人啊？我照顧婆婆，婆婆，仲有咧？仲有公公啊？係做公公。兩個。咁你平時有點樣照顧佢哋㗎？你使唔使去買餸啊、煮飯啊？係我一齊買餸，同埋一齊煮飯。哦，同婆婆一齊去買餸，婆婆又一齊同你煮飯，教你煮飯，係咪啊？好啊。咁你識煮啲咩餸啊？你學咗啲咩餸啊？我有煮嗰啲蒸排骨，蒸月餅，肉餅，蒸魚，蒸蛋，炒菜。蒸雞係咪啊？好啊。咁好啊。咁你除咗照顧老人家，你仲可唔可以照顧小朋友啊？可以啊，弟弟。可以。咁如果僱主你想喺香港而家咧，再嚟香港做嘢嘅時候咧，做幾多年啊6年啦。6年可以啊。可以。好啊。咁自己嗰陣時咧喺香港做咗4年就返咗印尼嘅，點解？係因為我媽媽同我結婚先。係結完婚跟住再生埋小朋友，係咪啊？係。咁而家咧就想嚟香港做嘢啦，係咪啊？係啊。好。咁你想喺香港如果咧僱主佢嚟冇自己房俾你喎，咁要同小朋友或者同老人家同一間房，可唔可以啊？可唔可以啊？可以。好啊。咁如果禮拜日有陣時僱主唔得閒，冇放假俾你，或者要你放星期六，咁得唔得啊？可以。補錢俾你都可以可。如果唔放假，補錢俾你得唔得啊？得。好啊。好。咁你識唔識得咧洗車啊？有冇試過洗車？應該唔識係咪啊？有冇試過啊？未試過啊。未試過。好啊。未試過啊。唔緊要。你驚唔驚狗啊？驚唔驚貓啊？驚唔驚狗啊？如果狗咧，我驚啊；如果貓，我唔驚。好。咁你如果咧如果有多過一個工人姐姐一齊同你做嘢，咁你可唔可以啊？即係一齊同其他印尼姐姐做嘢 share job 得唔得啊？可以啊。可以啊。好啊。好啊。咁我哋試下幫你揾僱主啊，好冇？唔該晒。OK。好，拜拜，再見喺香港，see you，拜拜。係，第一。